我哋日常嘅安全培訓一般都淨係用投影片匯報嘅方式，或者播放影片嘅方法去俾同事了解啲高危工序嘅實際情況。對於未有親身經歷過高空作業或者密閉空間工作嘅同事，成效始終有限。因此，我哋希望透過創新科技喺絕對安全嘅前提下，等同事可以親歷其境，獲得更逼真嘅體驗，從而提升佢哋對高危工序嘅認知，增強培訓效果。位於元朗朗一廣場嘅信和創意研發室 The Spark 係一個開放式嘅科技展示平台，專注於推動房地產科技同埋建築科技嘅發展，並為企業同埋初創公司提供一個場地，以測試同埋驗證創新構思同埋解決方案，促進業界嘅交流同埋合作。其中一項創新科技係沉浸式嘅 VR Cave 系統。呢個系統結合咗 3D 投影同埋互動技術，能夠營造出極為逼真嘅模擬工作場景。佢嘅開放平台更加可以支援開發第三方嘅訓練內容，以作為物業管理團隊嘅安全培訓工具，協助員工喺無風險嘅情況底下，都能夠應對實際工作裏邊可能出現嘅挑戰。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作為香港首間採用沉浸式 VR Cave 系統作為安全培訓嘅物業管理公司，我哋同 VTM Digital 團隊緊密合作，共同開發咗3個基於香港建造業安全數據嘅高危工序培訓場景。VTM Digital 嘅團隊展現出專業水平，由構思到開發都一絲不苟，還原各項危險場景。佢哋更加驗證每個細節，確保培訓嘅內容既符合實際工序，又能夠有效提升安全意識。我哋觀察到同事喺體驗 VR 安全訓練之後有以下幾個明顯嘅轉變。首先 ，VR 模擬高危嘅工序可以俾同事親身體驗到安全標準嘅必要性，因為佢哋明白到監督嘅目的係為咗預防意外嘅發生。其次，VR 可以提升到安全嘅意識同埋判斷力。同時透過呢啲模擬嘅練習熟習到安全嘅守則同埋要求、裝備嘅使用等等。最後，物業管理係對人嘅行業。VR 嘅訓練可以令到同事理解到背後嘅原因由一啲機械性嘅執行變成一啲主動靈活嘅監督。我哋計劃下一步將會加入更加多元化嘅場景並且致力推廣俾更加多前線嘅同事去學習同埋使用嘅。